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5A 班倪柏儀。大家早晨，我係5A 黃善儀。今日我哋代表生命教育組同大家分享學校嘅校訓：求真力行。可能有人會覺得校訓一入學校就已經清楚見到，淨係掛喺牆上嘅4個字，而求真力行呢4個字，正正提醒住我哋每一日都要活得更真實、更負責任。先講求真，求真代表實事求是，不人云亦云，肯發問，肯查證，肯用腦去諗一諗。例如我哋喺網上見到一啲好震撼嘅消息嘅時候，會唔會喺未搞清楚之前就即刻轉發呢？如果我哋願意多用1分鐘諗一諗，呢個係咪真㗎？我有冇查過來源？或者可唔可以問一問老師或同學？呢1分鐘就係求真開始嘅地方。讀書都係一樣，有陣時我哋做功課唔明白，最簡單嘅做法可能係直接抄人哋嘅答案。但係求真叫我哋先搞清楚原理，敢於喺課堂上面舉手發問，先係真正對自己學習嘅負責。至於力行，就係唔單止停留喺講，而係願意做。我哋可能都講過，我以後唔會再遲到，我會努力溫習。但真正重要嘅係，我哋每日係咪向前踏出嗰一小步？例如，我哋講到要準時，就試下早10分鐘出門口；講到要改變，就從今日開始多做1次練習，多睇1篇文章。呢啲睇落去好微小嘅行動，其實就係力行。喺我哋班房入邊都有好多無名嘅力行者，可能係每日自動自覺收拾課室嘅同學，可能係默默幫助別人嘅同學，又或者係堅持完成自己職責嘅領袖生。佢哋未必經常開口話自己有幾偉大，但係佢哋都用行動話俾我哋聽，校訓唔係寫出嚟嘅，而係做出嚟嘅，係身體力行實踐出嚟嘅。同學們，今日開始，不如我哋試下咁樣問自己2條小問題。第一，我有冇勇氣去求真？遇到唔明白、唔肯定嘅事，我會唔會主動去查、去問？第二，我有冇決心力行？我講過嘅嘢、做過嘅承諾，有冇用行動去兌現？今日中1、中3嘅班主任課，老師會帶大家進行求真力行生命意義展，反思校訓求真力行為我哋生命帶嚟嘅意義。同時，同學可以發揮創意，配合自己嘅生命宣言，用 AI 創作個人化嘅生命意義展海報設計。例如實事求是，每日向前踏出一小步，活出真實嘅自己。又或者係對起自己嘅承諾，成為值得信賴嘅人。希望大家都可以積極參與，贏取豐富獎品。優秀作品將會喺生命教育展展板展出，等全校嘅同學都可以欣賞你嘅 AI 創意同生命宣言。願我哋每一位同學都唔單止真係識得背求真力行，更可以喺生活之中尋求真相，講到做到。早會分享到此結束，多謝各位。